台中一个73岁的乡亲到停车场要来开车，可能是心梗塌，怎昏倒在地。加在隔壁诊所的护理师冲出来急救，然后交救护车救回到一条命。原来这个乡亲过去是中华城邦代表队的国手，搁伫国小的少棒队来做教练，培养未少棒球的人才。查甫人抱一个1岁外查某孙，唔知影先怎煞熊熊阮泪。多款的状况发生伫顶个月25号，73岁姓杨的查甫人当时到银行办完代志，准备到停车场洗车，敢若是心肌太压起来，昏倒在地。伊摕单我转身移节上嘛，伊就昏去啊。家在隔壁就是妇产科诊所，两个护理师发现伊无喘气，赶紧到3港 CPR 急救。其实我当下也是很紧张，可是我当下真的也没有时间想太多，因为我知道现在这是我要做的事情。两个护理师前后做血循环，一直到救护车将人送病院。老翁突发心肌梗塞，经过1周治疗后出院。姓杨的查甫人平安出院，气色已经大大恢复。再次谢谢善心人士及各位大德的帮忙。这个姓杨的查甫人是南明上港和北体棒球队出来的，北方选做中华城邦的代表队替台湾争取公平。退落来了后，伫台中市中华国小担任少棒队的教练。加出过6位出名的接棒选手，有好棒悍将的陈树平、陈培峰，同一7-11赛的高林济尧，和地更雄鹰的王伟军。对基层棒球人才培育贡献未少心力。马家在伫病情压起来时阵，有真侪热心的人士来到3港，才会当及时将伊送病院救倒转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